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玉梅老师又带本大家快乐健康了。玉梅老师带本大家快乐个健康，唔是出钱呢，唔是花钱呢，总是走到电视机前面，然后玉梅老师穷下做，你是穷下做，你就会有健康有快乐。玉梅老师搞瑜伽31年呢，咁60岁多诶哈，我差唔多45路诶啊，我进入7字头诶，带本来健康，年轻各位快乐做些瑜伽。好，嗰所以玉梅老师呢，今日要留大家分享诶，太高骨，要太高骨哈，係真麻烦，哈，咩真难做，咩真重要诶。有医生哈，以前有临床的实验哈，假使人个唔会行路的话，人个髋关节人太高骨，好磨裂骨质疏松的话哈，就容易跌倒，容易卧床，好就做的就太容易，就年纪哈就会缩短。因为人假使讲，睡到眠床当中，人服侍些，就变得当沮丧啊，当不快乐。好，故说怎样的避免啊骨质疏松，哈，较唔会老化，就来做髋关节嘅运动，当简单，坐垫、水垫就做得做。那玉梅老师呢，先带大家做坐垫的动作，一只动作很多合辙式，咩很多学将式，所以人脚，哈，右脚啦左脚，哈，靠近，好，等等。安尼呢，髋关节呢就会打开，就会按摩到呢就会刺激你的骨质密度。好，你有刺激就会有囤积，刺激什么？刺激你的骨关节，囤积什么？囤积你的骨质密度。好，故说呢，你按你大开了，张开式呢，不用按严，慢慢的，你就可以靠近，你就做的靠近，哈，人家树不用动人家脚哈，好，吸气。好，人意念啊，人转型的地方哈，不用动人脚趾头往外。张开始唔可能安尼，你讲老师我安尼有标准嘛？我安尼错嘛？错咩标准？因为样啊，因为老师做按多年呢，好当一练，你张开始就会安尼做安尼停到呀哈强的按摩，好停痛啊！你讲你停痛的时候，现在要启动，现在呀。太高贵呀，哈！然后停痛啊，按摩，好按摩，然后生发活化你的细胞，哈避免老化，活化就唔会老化哈。松，好慢慢的哦，你进步些呢，好不用了，好靠近些哈，你用按呢，你可以靠近按呢些，你身体好吸气。好，你两个来出来，好吐气，身体向前，你两个手掌好，然后推一下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向后背，好停到呀，做乜嘅？做深呼吸哦，慢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让人身体个按姿势哦，有你才有我，好，那个按姿势。虽然人家有吃到酸软，係因為要讓人避免老化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再放氣啦。哦，動手。好，順氣呢，你就可以哈。好，然後就拍一拍。好，你就來給按摩。好，要對不對？熟悉呀。好，敲一敲。好，鬆啊。好，又張開始又再一次。好，一片之後一片。好，敲打。好，你就那裡好一邊，好按摩。之上來之前有老太太向前朋友分享來講，追趕跑跳碰對身體好誒，敲打啦、刮痧啦、按摩啦、做瑜伽啦，哈關節腺體啊，全部都愛深入。好，慢慢的哦，人基礎哈，慢慢的，好暖身有拉些呢，人腳等一來，哦，越靠近人個熟悉部越好，你可以呢。好，越靠近越好。同樣啊，吸氣，好，脊椎來出來。好，吐氣的時候，手慢慢的不用放鬆，好，然後往下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吐氣，不用放鬆。聽到呀，鄉親朋友，聽到呀，享受哦，
向输牙脚的感觉，好，大往下推低的感觉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就按简单哦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一只动作哈，有到印度的瑜伽动作有很多学降式，就印度的人哈，佢安尼连海、布海、周海哈，也当做也去海，安尼结变，好结变叫做安尼周海啊，特别落后咩，印度落后咩，做安尼，有很多学降式，佢就经过研究，所有布海的人哈，因为佢脚做係安尼姿势，冇泌尿系统的问题，冇个细奶的冇个安尼射护腺的问题，好，细妹呢，佢子宫卵巢较健康。故说我特别就同学生讲，全世界不管係細奶細妹男人人婦人家，全世界人哈，就做也只動作可以幫助你哈預防那個泌尿系統的問題。哦，鄉親朋友有聽到嘛？有記得咯，要去教練咯哈，啊慢慢停通啊，哈停通好些呢，哈也放起來些，合起來些，一樣喊呢，也數要負擔來，哈數負擔來，數擔，哎呦，按酸哦，因為開動機會咧，好就合起來，好，不用多呀，停留一下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合起來以後呢，我做乜個動作呢？我做反方向嘅動作，要開就要合，哈，所以下兩隻腳呢，要打開來哈，然後呢。腳慢慢的吐氣，做腳，好，不用起來。家下人的腳係唔係向後背反，好，一下拉佢，好，收回來，回收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轉過來，好，轉過來哦。人嘅腳趾頭啊，個人嘅也太高貴咗嘛，哈，只有一種按摩的作用，哈，恢復的動作，好，慢慢的，咁樣啊，人家下做幾多？家下做大顆的肌肉誒，數起來呢，至少要做有1/2的時間。好，慢慢的停留一下啊，吸氣挺胸，好，吐氣放鬆。好，一隻腳趾頭唔好按呢，一隻腳趾頭一邊張來。好，慢慢的吸氣。好，咁樣啊，配合呼吸啊，吐氣。好，吸氣。好，吐氣。好，你夠軟鬆氣，你就喺腳底位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哈，上面呢，這個玩遊戲一樣嘅放鬆，記得哈，所有的動作就係先停留，好，然後呢再快動作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做得也做好些呢，你做過更深入了哈，有很多美人魚腳哈，合起來，那你的腳哈，任何時候行住坐臥，行路、睡摸、坐定，腳都可以。一隻動作呢，很多美人魚式，右腳拿起來，好，捲到那個一片，好，按你繞入去的呢，你就有發現講，好，人家髖關節豎起來，唔會唔看到瞓覺。中國聲音的啦，也係硬皮的時候，也給人的髖關節就硬往外擴，故所給一個收縮的作用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你就轉右腳到當方，好，你就轉到左邊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按你咪會扭到那個穴位，好，按摩到那個穴位，好，做那個髖關節按摩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。好，吐氣，不用強鬆，轉過來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張開始時候呢，你就右腳到當方，轉到左邊，好，將左腳到當方，好，轉到右邊，好，因為老師個講解到啊，哈，坐上來，最先唔係開哈，個合起來咩，也個合得更緊密。好，故所也動作呢，可以讓人能量全部集中到人正中間。好，唔會講安尼，好腳外八啦、內八啦，哈，行路安尼，好歪七扭八，好，故所也動作的哈，就會好一下左腳，好繞進來，人家是冇辦法安尼，
好，安尼卷进来的话哈，你就不用多量，安尼冇上干了哈，慢慢的吸气，挺胸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好，你转到两个左脚到当哈，转到右边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哇，酸软的感觉，好享受，好，慢慢吸气。乡亲朋友，你听我做瑜伽啊，会释放出、分泌出好的脑内吗啡、体内吗啡。你会吃到个哦，你有没有吃到比你是喝咖啡还更舒服？喝咖啡很有后遗症啊，很会心悸啊，很会酸痛。有冇？你做瑜伽啊，你就会吃到个哦，天天的做，好修身养性。过呢，你关节啊，你身体呢，又会引了阴神法，好慢慢吸气正了。好，记得咯。好，一美老师做改一刀啊哈，呼吸一下，从第一吐气，好，吸气转来，第二数转来，好，第三，好，美人鱼脚，好，那你这样可是可以按呢，好，那个所有些人家脚啊呀、髋关节啊，全部哈动灵活一种，好数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加强哦，慢慢的吐气，吐气，吐气。好，很快按了，安尼咩呀？都市咩唔好安太，我有嘅安尼身材比我较好。哦，除了健康之外咩，太阳咧讲身材好啊，怎么安尼形象咧好啊，咩较健康啊？可以来七家欢喜，朋友咩同快乐，咁嘛哈？嗰时候做好嘢哈，将慢慢的数上来，好，好，乡亲朋友，也安尼通常呢，就是对安尼嘅安尼太高骨。好，嘅按摩哈，各位活化，好，各位收缩，好处非常多，又当简单，好，做到了啊，先深呼吸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歇困一下哦。乡亲朋友，运动时间到了，玉美老师呢？接下来呢，同大家讲，太高棍呢，睡都没做得做，哈，睡梦的时候啊，睡前啊，翻来翻去，翻右边，翻左边，寻某一个好味的睡梦睡唔睇。因为老师呢，就本大家一个礼物哈，睡前呢，样的锻炼的太高棍，样的老轻易呢可以安尼，好，又一条龙的重新又面对美好的一天。好，故说呢，一个通常哈，都睡前做，哈，睡梦前做咩好啊？你有闲的时候，好，所有的瑜伽动作，吩咐交代乡亲朋友，一天呢饭后3个小时以后，最少2点钟，那是当爆的话3点钟，空腹做哈，看唔会爽到，因为你看扭来扭去啊，哈，同来同去啊，空腹还健康。好，然后一鸣老师呢来带大家哈，睡前来做太高骨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哈，增加骨质密度的个髋关节与腺体。好，来了哦，你看下来哦哈，你可以哈，边看边做哈，慢慢的，好，老人家睡下来去哈，天天呢哈，那天天呢先手肘着地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老娘的野味，好，慢慢的。好，躺下来，好，然后呢，先确定，先看身体有没有歪掉，身体有没有歪掉，好，躺下来，不用伸了，好，踢的动作，一腔有4个到5个动作哈，好，踢的先脚弯曲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先抱小腿，乡亲朋友。也我可唔多看到我哦，哈！唔过呢，一美老师老人讲，有只动作踢睡梦前先做一只动作，因为样呢，野味，哈，太感人呢，太部分人很容易腰酸背痛。睡的的话哈，老娘的野味，哈，老娘的髋关节全部放轻松，哈。差不多做3个呼吸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放松。好，一只动作係放鬆的對動作。睡目前有做運動冇做運動，你就先做一只動作，幫助你好腰背放鬆睡眠。好，
好咯，安尼做太高骨的动作，第一手不用压脚趾头哈，第二压个大拇哥，好啊变等，你做到来压两只右脚跟左脚的大拇哥，好做唔得分开。好，第一哈，先对呀打开来，好打开来后面压髋关节，左等个下个动作有嘛哈，压髋关节有刺激到，好往前推，好个并起来，好画圈圈就超诶。用髋关节帮你画圈圈哈，做圆形的运动。好，来了，大腿靠开，打开来，好，出去，并起来。乡亲朋友，你看下中哦，要看清楚哦。好，靠胸，都要打开来，好，往前推，并起来。意思就是讲哦，两个太高骨，好，去做圆形的运动，还有润滑液呀。你冇润滑液早的话，好，很干涩的话，你这个两个骨头、两个关节就变得较脆弱了。好，慢慢的画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并起来，个反方向哦。好，跟它从一下都压开，好，靠。并，好，往前推，手莫离开两个脚趾头，好，打开来，好，靠近，吐气，好，再来哦，向前，打开来，靠近，吐气，至少要做6度、8度、10度，好，做越多越好，做越多越好呀，唔会有乜个危害的啦，好，最后两个，按你做，一美老师按你做可是两个髋关节就可是酸圆的哦，有冇？你有看到冇？按呢酸到呀，好，按摩到呀。所有的关键呢，做圆形的运动，好，好，也系第一个动作了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记得吗？一美老师这样看清楚哦，一美老师个做改一边了哈，要都呀可是打开来。好，都呀松出去，都呀合起来，都呀靠近胸，该都看到哈，打开来，推出去，并起来，够靠近，好，够反方向都呀松出去，打开来，好，都呀靠近，吐气，来咯，对呀。有看到一美老师嘛？手冇离开脚趾头，大拇哥冇分开来。你按你分开来的话，那个强度就冇按强，好，你就冇按深入，好，所以你呢靠近你的大拇哥，好，同样反方向，好，按呢，好，也系听一只动作哦，听一只动作，做完嘢要按呢，休息一下，放轻松一下。好，听一只动作，打过来，也系喜马拉雅瑜伽传承哈，当重要的给躺姿对髋关节抬高骨的动作，好，啊看，安尼打开来去嘅，你看日脚趾头，呀脚趾头都也膝盖、脚踝呀，冇踢出去，好，冇踢出去，咩冇踢入来，好，差唔多倾斜一啲啲嘅哈。好，你刚下坐凳做也系，所以你们可以做啊哈。慢慢的吐气，同样左偏入来，一只脚唔好安尼哦，好安尼，好安尼。同样张开式的停留，手不用放松，上半身不用放松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同样你看到张开式，你唔做唔得，不用停来哈，我知道很，也高过也很，我知道冇按松用啊。好，慢慢的去，慢慢的吐气。你可以一只脚老起，好，帮忙施加一点压力，用多量。好，慢慢的都压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往下，好，再放轻松。你做6度哈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乡亲朋友。不要担心啦，不要担心，安尼迄唔错，唔咩，唔知佢是人高骨当很些，安尼迄正常诶。
好，慢慢的做松叶哈，它省发气嘅自然而然会往下，不要担心。好，又係第二隻動作，第三隻動作，右腳變個左腳，唔是按下去，一般。好，你做按了之後，你馬該做唔是做按了，停多呀。馬該做唔是做哦。有隻動作係一美老師最喜歡的動作，啊，你就停多呀。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看一美老師呀，下巴唔好按呢，你按了呢脖子會受傷，你下巴好下眼位收，下眼位按呢順咗啦，不用多呀，好停多呀。按你呀臀大肌、梨狀肌呀、四圍呀，全部肌肉是有多延伸，好，跟你個髖關節沒有做多按摩，好，慢慢的打開來，夠方便啊，看清楚啊呀，小腿肚中間之後，唔是按多，好一般，好慢慢的，好呀兩隻手多呀。挺多呀，馬個做唔是做，鄉親朋友啊，老講哦，一個瑜伽動作啊，喺個喜馬拉雅瑜伽傳承，大家一定有聽過喜馬拉雅山，知嘛？喺散蕩嘅素材，好當純淨，好當有能量嘅素材，好給老祖宗留下來嘅智慧，瑜伽，好慢慢的不用強鬆。你喺第三隻動作啊，哈，好，當隻動作做完，再記得休息一下，不用放鬆一下。好，第四隻動作要按照胳直式，好，這係對人的髖關節、太高骨幫助最大的動作。也腳不用落嚟，腳踝不用落膝蓋上邊，好，按呢，也都要，也數都要按呢。啊，你是動酸的，你要動酸啊！髖關節是動酸。好，慢慢的吐氣氣，上半身放起來，好，上半身放起來啊，多啲啊！好，慢慢的躺平，好，慢慢的多啲啊！好，躺平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各方面哦，同樣哦，你腳踝不用到腳趾頭當向，好，離開，按呢，吐氣。也四隻五隻動作呢，喺喜馬拉雅傳承，當中有嘅動作。假使你喺身體冇辦法放起來，唔怕，按你就好，好，按你就好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強鬆。好，最後一隻動作，腳伸出來，好，右腳抬起來，好，彎曲，好，慢慢的。大腿靠胸吐氣，哎呀，抬高骨係咪？好，按呢，一伸一縮，按摩有按摩，有刺激就有臀肌哈，刺激兩個促進兩個按呢關節，好，個臀肌兩骨質密度。假使阿叔阿伯要的有做運動，好，你就可以加強吐氣，好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吸氣。好，慢慢，你看到嗎？你按呢抬起來，彎曲，吐氣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吸氣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你可以用隻腳啊，用隻腳做平常，我同鄉親朋友大家講，什麼嘅時候做一個動作，意思就係按呢，好，慢慢的做好去，不用強鬆，放鬆休息。同學們有記得咯，放起來去，按呢側身，好，慢慢的豎掌，好，豎腕，慢慢的鬆一下，放起來。好，鄉親朋友有聽下做麼？一美老師非常的用心哦，同鄉親朋友講，太高骨，按樣的健康，按樣的好行路，按樣的避免呀骨質密度不。保持好，唔會骨質疏鬆哦。好，大家都做到當好哦。根本呢，也是也呢，大家骨嘅動作就做到了，安子些。